最終コーナーまた直線で勝てば一斉にムチが入る。おーっと後方から猛烈な勢いで追い込んでくる白い影、緑牧場王だ。先頭集団並んで一気に抜き去った。その先マシンから3馬身、牧場王強い。右側を大きく引き離して今ゴール。牧場王圧勝。これから始まる大レース、ひしめき合って今なくは天下のサラブレッド4歳馬。今日はダービーめでたいな。それが走れ走れ牧場王、本命穴馬かき分けて。走れ走れ牧場王、追いつけ追い越せ引っこ抜け。スタートダッシュで手遅れる。どこまで行っても離される。ここでお前が負けたならおいらの生活ままならぬ。走れ走れ走れ牧場王、本命穴馬かき分けて。走れ走れ走れ牧場王、追いつけ追い越せ引っこ抜け。走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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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場王、本命穴馬かき分けて。走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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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場王、追いつけ追い越せ引っこ抜け。賴史座佢解決咗牧場子嘅事之後，就嚟到北海道，開始為咗秋天嘅菊花賞而進行特訓啦。賴史藏佢嘅狀態似乎幾好喎。雖然喺打比度我同佢打和，但係呢次菊花賞，我哋要超越小寶寶取得勝利噶。大件事啦，賴史藏，小寶寶佢唔出戰菊花賞啊！咩話？點會㗎？點會咁㗎？林山特訓。賴史藏啊！喂，賴史藏！喂，賴史藏啊！夠鐘開始特訓啦！賴史藏，你唔好成日掛住玩啊！今日唔知點解硬係冇心機特訓啊！我哋休息算啦。賴史藏啊！而家其他嘅馬都為咗菊花賞喺度努力練習緊㗎，你真係啊！不過小寶寶佢都唔會出場，佢立成唔着就決定唔出戰菊花賞啊！佢真係好過分啊，小寶寶！咁都冇辦法㗎，人哋要去參加嘅係世界最勁嘅凱旋門賞喎。我估佢而家就一定喺花都巴黎度同啲鬼妹梳扶緊啊！我諗唔會咁樣啩。乜你都好想去梳扶下咩？對唔住啊，我哋而家出去㗎啦。你睇佢而家死蛇爛鱔咁，逼佢去都冇用噶啦。喂，賴史藏，我今日帶你去個好正嘅地方，好唔好啊？而且嗰笪地方會有好多人唔着衫噶喎。吓，真係㗎？係啊。呢次冇死啦！喺夏天嘅北海道，到處都可以見到一片藍天嘅。今日嘅鹹館紀念杯有好多馬迷到場喎，所有嘅馬匹都出晒場，準備入閘噶啦。睇下呢度的確係有好多唔着衫嘅人喎。不過我一啲都唔覺得開心喎，大叔啊，呢度究竟有咩咁好玩咁好睇喎？睇住你啊，好快有嘢睇噶啦。喂，賴史藏啊，快啲睇下啦！有咩好睇喎？唔通你有 friend 喺度咩？你睇下就唔會講啲咁嘅嘢噶啦。啊，係啊，佢咪就係地址型表。離子疫苗因為骨折嘅關係，所以佢就被迫進入長期休養嘅狀態。但係佢就喺今日嘅鹹館紀念賽復出。離子疫苗，咪你啊，打比馬綠色無唱喎，睇嚟我同你仲爭好多斑馬咁喎。不過我都仲係視你為我嘅對手，你咪以為我傷過就冇料到啊！今日嘅比賽我就會證明俾你睇，你睇住咧。話時話啦，佢第一次復出就係鹹館紀念賽喎，咁樣好似好勉強喎。啊，你點解咁講喎？離子疫苗係一隻好勁嘅馬嚟噶。
話你知啊，同年紀嘅馬入邊啊，冇乜邊一隻可以贏到雷子疫苗噶。不過喺函館紀念賽出戰嘅馬，多數係老馬嚟嘅，即係話無論喺往績同埋實力方面，都比離子疫苗犀利。比起雷子疫苗仲犀利？今日嘅離子疫苗都只係第6熱門嚟嘅啫，冇乜邊個人認為佢會贏到呢場比賽。不過啊，而且1年前呢度發生過咩事，我諗就算你都唔會唔記得啩。你話1年前？現場發生咗一件嚴重嘅意外啊！兩冠馬彼得二世發生咗意外，3冠馬嘅夢想同埋 Super Horse 嘅夢想喺呢度粉碎啦！離子疫苗嘅哥哥彼得二世，佢差啲就可以做到3冠馬王，就喺呢度隱退咗。講得冇錯，點都好啦，呢件事一定會有影響嘅。究竟離子疫苗佢能唔能夠擺脫呢啲陰影呢？我相信離子疫苗一定冇問題噶。好啦，所有馬匹入晒閘啦，函館紀念賽好快就正式開始。好啦，出閘啦，究竟有邊隻馬會帶頭咧？係離子疫苗啊！離子疫苗佢排除而出，呢度唯一嘅4歲馬，離子疫苗一開始就快放喎，睇嚟佢嘅傷好大礙喎。哇！離子疫苗一向都慣咗留前鬥後嘅喎，都唔似佢性格啊！佢第一次復出就咁樣快放啊！我睇佢想贏都幾難啊！已經跑咗一段路程啦，帶頭嘅仍然係離子疫苗，而家同其他馬相差5、6個馬位咁多㗎。加油啊！離子疫苗！只不過佢呢一次實在放得太過準啦。佢嘅表現係好出色，但係咁樣落去，終點前佢就會冇力㗎。去到第4個彎啦，就快到最後直路，帶頭嘅仲係離子疫苗，佢嘅步速完全冇放慢過啊！呢隻4歲馬睇你得值得幾耐？呢個靚仔都係時候唞下啦。喺呢個時候，成班老馬衝晒上嚟噃。唔係啊，佢哋都冇拉緊到啊！你咪住，反而係離子疫苗佢仲越放越急喎。話我喺度放，唔好講笑啦。乜度咁樣，你哋覺得係放緊咩？我喺度追緊啊！我搏晒命咁喺度追緊啊！我要追嘅就只係前面呢2隻馬啫。離子疫苗繼續加速，佢居然仲有加速嘅力量喎！山中騎師根本唔使打邊啊！太強啦！離子疫苗由頭帶到落尾，佢將佢哥哥喺呢度失去咗嘅夢想實現咗，可以話係一雪前恥啊！哇，犀利啊！佢真係太犀利啦！比起受傷之前仲要強得多啊！唉，佢真係好犀利啊！你都話過離子疫苗係一匹勁馬嚟噶啦。牧場王，你而家睇到我嘅厲害未啊？離子疫苗，我睇得好清楚啊！你的確跑得非常之出色啊！下次就輪到我挑戰你啦，牧場王。今次嘅菊花賞贏一定係我。雖然係咁，不過我唔會輸噶。大叔，我好耐
都未試過嚟呢啲咁開心嘅地方啊！佐德利，我而家體內簡直係熱血沸騰、鬥志十足啊！係咩？好啦，趁你而家仲係個熱血青年，快啲開始得分。啊！呢次嘅菊花賞同以前嘅比賽有個好唔同嘅地方。就算點唔同都好，都係大同小異嘅啫。只要有賴史壯嘅疾風飛馳做我哋嘅必殺技，好容易就分出勝負噶啦。本來疾風飛馳係穩操勝券，不過呢一次嘅菊花賞就未必咁順利啦，可能冇辦法用到疾風飛馳添啊！點解用唔到啊？冇錯啊，係因為距離啊。你話距離啊？菊花賞比我哋跑過嘅比賽都要長噶，全程嘅長度有3000米啊！講得冇錯啊！賴史壯佢最長跑過2400米，比起上嚟呢次賽道跑多咗600米。如果都係照往常嘅步速去跑，喺入最後直路之前就會用晒啲氣力噶啦，甚至連疾風飛馳都使出唔到添。唔係啊嘛，黎子形容佢而家變到咁犀利，如果冇咗疾風飛馳呢一招必殺嘅，我點會贏佢喎？你同我定啦，答案好簡單，只要你能夠喺比賽之前鍛煉到一身肌肉，咁咪跑到3000米，又使出到疾風飛馳咯。呢一個方法果然係一個簡單嘅答案啊！點都好啦，睇嚟我哋要對賴史壯進行一啲更加嚴厲嘅訓練啊！進行嚴厲嘅訓練。由今日開始到比賽，我哋就喺呢座山特訓。首先第一樣特訓就係跳過呢啲草，你要小心唔好掂啲草啊，要跳過晒佢哋。啊，唔好掂到啲草啊！點解要咁做喎？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係咯，係，好容易啫嘛。哎呀，哎呀，哈哈，係啊，跳過山咯喎！好似頭先咁跑翻嚟啦。聽到啦。而家你就覺得容易，遲啲你就知道呢一隻品種嘅草係生長得好快嘅。以前嘅忍者，當佢哋訓練弟子嘅時候，就要佢哋每日跳過呢一種生長得咁快嘅草。啲弟子根本就唔知道詳情，佢哋尋日跳過嘅草，會認為今日一定跳得過，就係咁每日都跳。到佢自己發覺嘅時候，佢哋已經練到跳到好高啦。賴史壯佢只要完成咗呢一個特訓，佢一定可以擁有驚人嘅跳躍力噶。啊！係啊，點解啲草會咁噶？生得咁快嘅，生得真係好快啊！真係奇怪啦！有咩咁奇怪？呢啲草咪同頭先一樣，根本一啲都冇長度啊！咁都得？就我哋傻嘅咩？好啦，有啊，有啊，有，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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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幅太細啦，要再大步啲啊！發生咩事啊？呢啲聲竟然喺對腳度傳出嚟㗎！好痛啊！哎呀，我真係唔明白啊，點解我對腳咁痛嘅？今日咪
話去游水嘅，就喺呢一度游講得啊！冇錯。呢度啲水流咁鬼死急，如果唔搏命咁游，一定會俾啲水沖咗去噶。呢啲咁嘅水流濕碎啦，咁你哋都驚嘅。直到尋日，我哋嘅訓練都着重喺後腳方面重點訓練。由今日開始，就用呢度嘅急流去鍛煉一下全身嘅肌肉啦。講到底，即係又要特訓。唔好講廢話啦，快啲開始游啦！做咩你唔係大笨啊？大師兄，你喺度做乜嘢啊？冇嘢啊，因為咁樣又唔使用咁多力咯。咁樣就叫做特訓啦咩？史壯，你知唔知道好似你身處嘅呢啲河流，人哋會叫做乜嘢啊？啊？係叫做小瀑布啊，知道嘛？你係咪想背向小瀑布去逃避佢？小瀑布。唔好講笑啦！我唔同小瀑布佢決鬥啊，我就死都唔制啊！咁你哋見識一下，呢一個炒作奧運選手嘅泳姿呢？哇，好犀利啊！不過咁啊，你仲係咁游落去嘅，會俾啲急流沖走噶。係唔會輸嘅。大師兄，啊！你睇下嗰邊，係熊啊！點解會有熊打？係啊，冇錯啦，你大死啦！正一蠢材啊！乜你以為咁樣可以行得通嘅咩？游翻轉頭啦！有人打我！係啦，史壯，你每次都會發揮出乎意料之外嘅力量嘅，一定會冇事噶。啊！大師兄講得好啊！你估唔到我打低佢喎？你真係好嘢啊！屎可以當飛彈用，賴屎狀果然名副其實啊！好啦，我哋以後就叫你做賴屎攞嚟餵熊狀啦，好唔好啊？我就寧願你叫我做殺紅木長王好過啦。賴屎狀，啊，你嚟咗啦！點啊？賴屎狀嘅狀態點啊？賴屎狀，睇上嚟佢比以前 fit 咗好多咁喎。呢啲一定係特訓嘅成果嚟啦。啊，志美小姐，仲有聖仔添啊！啊，我哋真係好耐冇見啦。你嘅精神好好啊，賴屎狀。不過咁喎，大叔，你係咪真係想賴屎狀佢出戰嚟緊嘅障礙賽啊？吓，障礙賽？你哋講緊乜嘢啊？障礙賽啊？係咪真係要跳過好多大嚿嘢嘅賽事啊？答我啦！冇錯，我已經同你哋登記咗噶啦。不過通常係有啲專門嘅馬去參加呢啲障礙賽噶喎。冇錯啊！我從來都未聽過現役嘅 G1 馬去跑障礙賽噶。呢場比賽可以話係成個特訓嘅一部分，我好相信對手係唔會太強嘅。不過咁喎，范虎先生，除咗牧場王之外，呢一場比賽仲有一隻 G1 嘅馬會出戰噶。吓，唔係啊話？啊，係咩馬嚟噶？佢係今年嘅雌性馬總冠軍，佢叫做超級零食啊！你話雌性馬，即係4歲雌性馬嘅冠軍啊？點解呢隻馬會？呢一方面我都唔係好清楚啊。不過我知道有一點係好重要噶，超級零食佢嘅實力比雄性馬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你哋太大意嘅話，就有可能會敗喺佢手上噶啦。我同妮子月瑤喺菊花賞決戰之前，無論係咩比賽，我一定唔可以輸噶。而且，如果連女仔都贏唔到嘅話，一定會俾小朋友佢睇小我噶。揀咗，仲兵為首領噶，我哋繼續進行特訓啦。好啊，
好啦，俾心機啊，賴屎狀！雖然我唔知道點解超級零食佢要同賴屎狀一齊出賽啊，但似乎咁對賴屎狀係一個好嘅激勵嚟嘅。去啦，賴屎狀！呢度。哎呀喂，我肚痛㗎。係啊，點解我隻腳會咁痛㗎？點樣啊，賴屎狀？冇咩事啊。我諗啊，多數都係特訓太過激烈，所以先至會痛啊。好啦，去啦，賴屎狀！發生咩事？我哋一定唔會輸嘅。なんか変よ。そこら中の関節がギシギシ言うのね。とても痛くて苦しいのね。そういえば狼男や正義の味方は変身するときとても苦しそうなのね。それじゃ僕も次回異変タレゾ大変身。かっこよくなるのね。馬並みなのね